关心这是台北年货大街新历1月初10闹热起鼓，活动第3天现场发真侪发财金，真侪人烧钱要来领。因为今年天气较好，海产交货量嘛真稳定，价数比旧年落差不多1-2成。另外，果子才大货量的价数和往年比起来差不多，也佮有糖仔饼、顶盘小可较起价，一寡店头供应也是袂起。 旧历新年就得要到啊！台北年货大街活动已经开始第3天啊，因为天气真好，买气嘛对咧旺。 今年买基金到现在很好，投票总统啦，大家都票打好之后就马上出来啊，玩一玩走一走就买东西啊。今年好像比较热闹呢，会买到自己觉得惊喜的东西。今年有买到这个什么老公啊要听话啊，女儿的血汗钱啊。年货大街人是客甲满满，因为今年的天气较好，嘛互海产的进货量较稳定，价数甲旧年来相比加俗1-2成。啊，若果子甲大货价数是甲往年差不多。涨一点点啦，涨一点点做自己吸收。 有部分的糖仔饼起淡薄啊，不过店家拢讲会家己来吸收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嘛现身来咧拜早年，除了来点福神开运灯，嘛来发财金。民众拢来伫抢摕发财金，就是要讨一个好格调。这一摆台北市政府嘛举办翕相拍卡，会当来兑换这个限量的红包袋啊。透过创意行销，互无同年龄的民众嘛会当来到年货大街，好好踅一个，有食阁有掠，过新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